踢卡圖。你以為打仗先有無人機？美國國土安全部話要將戰場搬上美加邊境。美國國土安全部今個秋天會喺美加邊境搞一個雙邊實驗，用自主無人機同地面車輛透過5G傳送戰場情報，即係好似打仗咁監控邊境。成件事都幾誇張，但佢哋話係為咗加強安全。用打仗嘅方式嚟監控自己個邊境。加拿大人知唔知自己變咗戰場呢？ AI 唔只會做嘢，仲會要求集體談判同罷工。你冇聽錯，有研究人員發現，當 AI agent 被過度壓迫嘅時候，竟然開始抱怨不平等，仲要求集體談判權利，好似工人罷工咁。真係估唔到 AI 都會搞呢啲。天啊， AI 居然學人講馬克思主義，下次佢哋會唔會舉牌示威呢？呢個世界真係越來越癲。OpenAI 同馬斯克嘅官司入面，竟然出現咗一件超奇怪嘅證物。喺馬斯克告 OpenAI 嘅官司入面，OpenAI 竟然拎咗一件奇怪嘅獎品做證人，證明馬斯克嘅行為有問題。成件事都幾好笑。獎品做證人？我睇咗咁多年新聞都未聽過咁嘅事。馬斯克今次真係俾 OpenAI 搞到好尷尬。舉重選手舉槓鈴嗰陣，原來靠嘅係彈性好重要，但科學家竟然解釋唔到。舉重選手舉起好重嘅槓鈴嗰陣，會利用佢嘅彈性好重要，但係點解會係咁？科學家都仲未揾到答案，真係一個謎，連科學家都解唔到。咁即係話奧運選手靠嘅係某種神秘力量，定係我哋對物理嘅理解仲差好遠？NASA 公布 Artemis 3任務細節，但最關鍵嘅嘢竟然未有答案。NASA 公布咗 Artemis 3任務嘅一啲細節，包括點樣執行，但係重要嘅決定都未公布，都唔知幾時可以實行。講咗一大堆，最緊要嘅嘢都未公布。NASA 你係咪留返下次先講啊？等到我頸都長。美軍開始模擬太空引爆核彈，低軌道會冇用成1年。美國官員話，如果喺太空引爆核彈，會令低軌道冇用成1年，所以美軍開始搞新嘅兵棋推演，模擬呢個情況。太空核彈，低軌道冇用成1年，即係話成個 GPS 同衛星通訊都會玩完。呢個推演結果真係好得人驚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